2015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香港賽區嘅招募已經喺7月6日截止。今年大會收到嘅報名表格比預期多，參加者嘅質素同埋學歷亦都比去年高，大部分參加者更加擁有學士學位。大會已經有專人通知參加者進行甄選及面試。特別亮，尾巴是很簡單，像是金球光般，顯得通俗不堪。和平的勇敢步伐扬着雨，心頭都不放心。手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你。詳情請密切留意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 Facebook 專頁。